你唔使負責，我哋未寫佢。盧清懷、清風，你哋兩個忘恩負義嘅無師之徒，已經一個殺自己親兄弟，奪權篡位，一個係害咗我獨孤氏滿門嘅劊子手。你憑咩活到依家？你哋配咩？你以為依家就結束咗啦？發夢啦你！唔係新人喺度揾緊九神玉咩？可惜世界上面唯一最後一塊九神玉就喺我呢度。我恨呢個天道不公，我恨呢個命運弄人，我恨你哋啲狗男女全部都可以恬不知恥咁活喺個世界上面，憑咩你哋可以相廝守啊？我唔甘心，我絕對都唔會甘心㗎！既然蒼天無眼，咁就由我嚟重新寫一次呢個天地。既然命運不公，咁就由我嚟重啟呢個輪迴。我哋一齊重新嚟過。我要呢個時間倒流，我要因果逆轉，我要該死嘅輪迴再一次循環往復。睇住啦，我哋好快就會再見面㗎啦！喺呢個無盡嘅輪迴入邊，呢個地獄入邊，我會望住你哋一次又一次、一次又一次咁樣失去一切。嗱，我就唔係同你兄弟嘅。 OK，我想殺你屋企人㗎，佢哋真係好撚閪唔瞓㗎。下次再玩過。又玩就唔好玩啦，你唔好玩。已經咩都試過啦。可唔可以不見輪迴上面解節小客？係啊，我都想。你開人㗎嘛？你開人啲人嚟㗎。開人哋。係咪㗎？試咗多手㗎。係咪有多手嘅我？唔知獨孤物，如今地上面最後一粒九神玉就喺你嘅體內。此玉極為特別，可以喺冇花神嘅情況下開啟未來，或者翻到過去。你而家即已要翻到過去，無非就係想去揾到李茂知道神話開竅嘅時機。咁樣你只要揾到嗰個位，便可以阻止佢，令佢唔會救下你，以一命換一命去。痴兒啊！你以為你喺度幫人改寫結局，卻唔知而家嘅現在，你嘅結局一早被他人親盡所有改寫咗。唉，如果你仲係唔願意寫嘅話，咁要去揾啦。最好啦，陪你翻到前世，去睇下嗰時個禮貌究竟係如何。姑娘，好戰法。姑娘，你上一次我同你咁講，佢同我答我話得，乜啲錢唔通嘅？李茂，似乎呢一世嘅獨孤文並唔中意你。唔會，我一定會再諗多更多嘅辦法。你呢一世係想做皇后，定係個下皇后嘅一生？如果你想做皇后，咁我就去努力爭得皇位；如果你想個下皇后嘅一生，咁我就陪你四處去看景，愛情四海，四處遊玩。例如，生生世世從今日開始，都係一樣嘅，你仲唔明白嗎？點解？你佢都係以前，我明明已經諗咗好多嘅辦法，就你一世，一定可以救到佢。李茂，老衲一早就同你講過，神話上嘅結局早已注定，呢一切當真值得？
絕對，我一定會諗到辦法救佢。有位姑娘好似煩。姑娘，呢個係佢嘅第二世，但好似呢一世，佢仲係揾唔到救你嘅辦法。李茂，你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嘅去揾佢假裝初遇，然後就係為咗再續前緣，再飛蛾撲火，呢一切你真係願意？我終於揾到辦法，我去到溝前，佢哋話俾我知佢哋研究咗神話，好啦，神話之上，只話我哋二人點解死喺馬兒之中，但係冇係點解？如果係我死嘅話，佢嘅物兒就可以活落嚟，只係。我而家未溝前夫人，我兒一定會擔心我。佢可唔可以對抗到京都嗰啲王子？你哋嗰啲情況恐怕太難。估唔到我命苦嚟溝前，我都話唔到呢個辦法可以去救命。呢個係天命，天命。叫我可以救到咪？姑娘，呢個係第三世，亦都係你哋最先開始嘅一世。你可知當初李茂為咗救你，付出咗幾大嘅代價？呢一世，你想揾到佢嘅時間節點，終於俾你，但係你都唔可以翻到過去。李茂前往溝池嘅命運，唔係你一個人可以決定嘅，都唔係你一個人可以改寫。呢個係佢李茂嘅命運，你明白？但係你可以喺第四世前來之前，去到嗰個佢揾到神話開啟嘅時機，阻止佢，咁樣就可以成功。但係佢不得知呢一切，從而唔會睇你去死。只不過當初第四世開啟嘅時候，青鳳同楊玉環重生嘅時候，你記得佢哋喺邊個時間節點開始？係萬個月嘅第2日係咪？但係你每次重生、每次開始翻嘅時候，都係由頭嚟。點解今次會喺萬個月？係因為佢李茂一早就知道你可以翻到過去，佢一早就知道此刻嘅你會去阻止佢唔前往溝池，所以佢就改寫咗起點。因為你不得前往起點之前，所以佢就將起點定到佢喺前往溝池之後，所以你就不得不帶佢前往，永遠阻止唔到佢。你明白嗎？李茂啊，去到溝池受盡屈辱，俾人萬般折磨，但係佢同我講，佢甘之如飴，因為只要受過再多苦難，佢就可以換翻救到你嘅辦法。如今你再沉迷其中嘅話，便會辜負佢李茂一片苦心。佢以一命換咗你嘅一線生機，再繼續沉淪落去嘅話，便永遠困喺其中。你啊，行出嚟，到時或者再會有其他結果。
得最快对你们两个，就说可不可以签到？签到万华就是我啊，对，签到万华。